喺呢個繁榮又多元嘅時代，廣東作為中國最繁榮嘅地區之一，承載住好豐富嘅歷史文化同多元嘅人民底蘊。不過，當我哋深入去挖掘廣東嘅過去嗰陣，一個引人深思嘅問題就浮現在眼前：廣東人嘅祖先究竟係從邊度嚟嘅？係千年八月文明嘅傳承，定係來自中原嘅大規模移民呢？首先提到廣東，你會諗起好多山岳海島、燦爛嘅歷史文化，仲有三大主要民系：廣府人、客家人同潮汕人。呢三大民系嘅形成，早喺古代就已經有咗好悠久嘅歷史，但佢哋嘅祖先究竟係從邊度嚟，一直都係一個備受爭議嘅話題。廣府人作為廣東人口最多嘅民系，主要分布喺珠三角同粵西南地區。佢哋嘅特點就係用廣府話，有住好豐富嘅商業傳統同獨特嘅文化底蘊。咁，廣府人嘅祖先係從邊度嚟嘅呢？喺史前時期，廣東地區因為偏遠，文明進程比較慢，百越人係呢片土地嘅主人。不過喺廣東境內都發現咗一些古人類遺跡，證明早喺遠古時代，呢度就已經有人類嘅存在。而喺先秦時代，廣東完全就係百越人嘅世界，直到秦始皇統一六國，南征嶺南，將廣東納入版圖，先開始有咗正式嘅行政勾畫。廣東嘅先秦歷史可以追溯到南海郡、南越國，而廣東嘅命運亦都喺唔同王朝之間不斷變幻。從南越國到南漢廣東道，再到清朝嘅廣東省，呢片土地嘅劃分經歷咗好多次變革。秦始皇統一六國之後，南征嶺南嘅大軍留下來鎮守國土，為咗開發嶺南，朝廷安排大規模移民，將幾十萬罪犯、商人遷徙到嶺南。呢亦都係廣府人嘅祖先開始大規模遷徙嘅開端。同時，為咗解決士兵嘅單身問題，15000個妙齡少女都被願遷到嶺南。不過，廣東地區自然環境好險惡，北人進入嶺南往往因為水土唔服而死於瘧疾。歷經好多次征討，先最終征服咗嶺南地區。呢個時候，廣東正式成為中原王朝嘅一部分。南海郡嘅建立亦都標誌着廣東正式納入中原統治。隨着中原人嘅移民，廣東開始有咗新嘅文化元素。而喺廣東境內最早出現嘅古國係闖吳古國，距今大概有5000年。呢表明廣東喺古代就已經有咗相對穩定嘅居住社群。不過，廣府人嘅源流之謎並唔止係咁樣。喺歷史上，廣東曾經被描述為百越之地、南越之境，同中原人有靈性嘅來往。廣州越秀公園裏面嘅書有古之楚庭嘅石牌坊，就係為咗紀念西周時期百越人同楚國人嘅來往。廣府人嘅大規模遷徙主要發生喺朱姬漢時期。喺宋朝末年，因為北方戰亂，中原人紛紛南下，其中以湖南郴州為主要通道。而大庾嶺古道嘅開鑿，就成為連接中原同廣東嘅重要通道。呢條古道嘅便捷性好大程度促進咗廣東同中原嘅交流。朱姬漢大規模移民使得廣東嘅人口結構發生咗根本性嘅變化。從北宋末年開始，中原移民大量衝入廣東，尤其集中喺粵北嘅南雄、朱棣巷、朱姬巷等地。呢一遷徙潮流持續咗近200年，成為廣府人嘅主要嚟源。廣府人對廣東嘅發展起到咗積極嘅推動作用。佢哋喺珠三角地區繁榮印盛，成為廣東經濟文化嘅支柱。廣府人以粵語為主要語言，形成咗獨特嘅文白鬥音系統，對廣東文化嘅形成同傳承產生咗好深遠嘅影響。直到而家，廣府人喺廣東嘅各個領域都有住重要嘅地位，無論係商業、文化定係科技，都可以見到廣府人嘅身影。廣府人獨特嘅文化傳承，就係佢哋源遠流長、歷史悠久嘅驗證。同廣府人唔同，客家人主要分布喺粵北同廣西地區，係廣東嘅另一大主要民系。客家話係客家人嘅主要語言，而客家人以勤勞樸實、
重視家庭為特點。客家人嘅源流同廣府人有着明顯嘅唔同。客家人嘅先祖據講係北方嘅漢族人，佢哋喺南宋年間因為戰亂而南渡至嶺南地歐。呢段波折嘅遷徙史，成為客家人嘅遷徙傳奇。喺南宋年間，戰亂頻繁，好多漢族人為了躲避戰亂而南渡。客家人嘅先祖亦都係喺呢個時候由北方遷徙至南方。因為當時南方地歐相對比較安寧，客家人選擇喺呢度安居，開始咗佢哋喺南方嘅新生活。客家人喺南方嘅生活並唔容易，佢哋面臨着自然環境嘅考驗同社會嘅適應。不過，客家人以其堅韌不拔嘅品質，逐漸喺南方安家落戶。佢哋嘅聚落主要分布喺廣東、福建、江西、湖南、廣西等地，形成咗獨特嘅客家文化。客家人注重家族文化，重視家庭觀念，對於傳統嘅尊老愛幼、鄉土情懷有着深厚嘅感情。客家人嘅團結互助精神喺南方地歐得到咗充分嘅體現。潮汕人主要分布喺潮汕地歐，包括潮州、汕頭、揭陽等地。潮汕話係佢哋嘅主要語言。潮汕人以其餘世無爭、重視商業嘅特點而着稱。潮汕人嘅源流同廣府人同客家人有所唔同。潮汕地歐自古以來就係一個繁華嘅海上交通要道，呢度嘅人從事漁業同貿易活動，形成咗獨特嘅潮汕文化。潮汕人嘅先祖據講係喺海上絲路嘅時代，通過海上貿易同其他文明進行交流，佢哋以漁業同海上貿易為生，逐漸形成咗獨特嘅潮汕文化。喺海洋文化嘅影響下，潮汕地歐嘅人勇敢而堅韌，對海洋充滿敬畏之情。潮汕人嘅傳統行業主要有漁業同潮汕刺繡等，呢啲行業喺潮汕地歐得到咗長足嘅發展。潮汕人嘅漁村傳統就係佢哋文化嘅一大特色。潮汕地歐嘅漁村充滿住濃厚嘅海洋文化氛圍，漁船、漁民、海鮮市場構成咗潮汕地歐獨特嘅風景線。潮汕人嘅海上絲路精神，使佢哋喺海洋時代取得咗一系列嘅成就。潮汕地歐嘅海運業發達，漁業同商業嘅繁榮使潮汕人成為嶺南地歐嘅重要力量之一。廣東作為中國南方嘅一顆璀璨明珠，承載住好豐富嘅歷史文化同多元嘅人民底蘊。廣府人、客家人、潮汕人呢三大主要民系嘅源流同遷徙傳奇，構成咗廣東豐富多彩嘅文化圖景。從古至今，廣東人民喺唔同歷史時期嘅遷徙同發展，形成咗獨特嘅文化傳統。廣府人嘅商業傳統，客家人嘅團結互助，潮汕人嘅海洋文化，都喺廣東呢片土地上得到咗充分嘅體現。正係呢啲源遠流長、千絲萬縷嘅聯繫，使得廣東成為咗一個融合咗多元文化嘅地方。無論係喺語言、飲食、建築定係傳統節日等方面，廣東都展現住豐富多彩嘅文化底蘊。通過深入去挖掘廣東人嘅祖先從邊度嚟呢個話題，我哋更加能夠理解廣東豐富多元嘅文化傳統，亦都更加能夠欣賞呢片土地上唔同民系嘅文化魅力。喺新時代，廣東將繼續書寫屬於自己嘅歷史篇章，為中華民族嘅繁榮發展貢獻住自己嘅力量。好啦，以上就係本期嘅內容。如果你鍾意我哋嘅節目，歡迎訂閱、點讚、轉發，感謝大家嘅支持。